嗨呀，各位聽眾，人好無？這個禮拜我有攞嚟新嘅嘉賓，攞嚟是小弟成個話呢嚇呢，這個是到底檳城小雜貨有咩啊？叮當觀察，我嚟做荷蘭面，冇咩0000。零零啊，零零愛零零嘅朋友是唔是變輕嘅人啊？特別講嘅，他們講差啦，沙拉話講嘅學緊話差唔多上啦。你聽到我講，你明白咗嚇？阿 B， 阿 B 是講即係新嘅嘉賓咯。我是比較人講啦，那是各位聽眾，那是你唔是變輕嘅人係我人講是變輕嘅學緊話啦。because 我是主持人嘛，主持人講變輕學緊話嘛，叫人較就是講變輕學緊話，那是你未曉講變輕學緊話，你有聽本好咧，我人本是歡迎你來嘅，我人只係麥當人啊，新加坡人冇聽是咯，上地冇人聽，所以阿 B 我都唔歡迎，即係阿 B 唔是特變輕嘅人本好，也要講，也要聽，也要係掉對啊。你明白對呀？感謝。歡迎，我講聽啦，即係叮當係啊，叮當是。叮當，還是電話聲來。叮當講啊，在起死別車，係幾粒晚講聽咧，係幾粒鬧鐘。你知道嘛？講叮當係咩啊？3個點聲，咖喱本是結果本是未車，特別都好嘛！你個揸車個，我本來講嘅其實9點半個落嘅嘛，但係講話你後邊9點半個9點。你知道嘛？講叮當是咩啊？抄叮當咯，零啊，你知？零啊，呀，叮當叫零啊，是咯，零不啦，叮當叫零叫叮當。笑啊！你後邊是叫聽得超歹戲。我頂一個禮拜嚇，我諗過一個嘉賓叫做羅立青蘋果。羅立青蘋果。我看過伊特啲咧地道有羅立青蘋果，我結果佢都羅立青蘋果是住啦。呢時我頂一個禮拜講嘅話題真好聽咯。係乜嘢？我講大白。節目都把係告訴，你講緊扣白係告訴，我唔係扣白，啷扣白佢啊？唔係，啷把打摩托，我本未曉喎。未啊？唔打摩托都按咗打哦。bicycle，打卡達車。sorry，唔是 bicycle，係 bicycle。哦 ，bicycle 三粒人個。三粒人啊，那了啊，怎麼都會講咩？喲，嘅拍天呀咯，有笑誒。能唔能講咩？我講唔捌搭摩托，特別捌 try 過用諾基卡ਹਨ啊，多圖卡位啊，嘅ਹਨ，一檔嘅嗬。係咯，攞阿貴歪搭啊！攞以後搭講，伊同我頂住你話是話每人講，按照換機嚟講，特別後正立一擺，1號機立落，第2擺就2號機啦，後尾就是立一就是 free 機啊。立落嗰件嘢啊，唔驚。係咪驚？你講咩？我講立了嗰件嘢嗰邊驚。講咩？立秒念啊！我講嗰邊驚。即係我講聽隻攞你小叮當咧，攞你覺得是冇夠困咧，時起來大笑。Because 因為我逼人揸車嘛，我諗淨落直播嘛，你人講又唔制車被，也是逼人車，就是我看本是我看本是阿 B 拍電話，如下啊，就是咯，原來真係老，就是咯。所以我哋常會揸困嘅，都知哦，冇是冇安尼揸困嘅。是為咗隻邊領學見嘅節目啊。就是咯。哇！我真係咁當係咪好？流白曬哦。流白曬啊！流曬度啊！流曬度白曬冇流。哇！咪真咁當呵。佢是流白曬嘅。流白接打咧就變白曬。解咯，你好似夠潮哈，阿 B 都夠潮咧。哇！哎呦，我14點鐘咪使潮嘅，冇叫小雜寶啊。冇啦，啲小叮當。
小叮當嘅好聽。我哋要吹一名哈，吹一名哈。玲玲，好，我叫咩話？我小叮當。小叮當哈，好，小叮當好聽。歡迎我能小叮當。我可是那好路名啊，問哈，哈咩名？小嫩小嫩嫩啊！小叮當嘅好聽啦。好，我叫咩話？小叮當。係咪叫咩話？你記得係話？會玩咩？你記得係話？哦，係，map 哦 ，map 有啊，嚇小叮當嘅好聽。แล้ว嚟小叮當加阿表係咪最近係咪嘅發生？啊，最近啊，最近啊，冇啊，真 normal，真正常。真 normal，但係看到你到底往嘅朋友嘅，誒當然新嘅朋友啊，有攤去 chat 啊，變成學見 live chat 啊，有影嘅時去看看啫。誒，等陣小叮當啊，但我看到你就我其實我看到你名出了，頂陣時講你名別出了，啊，激別出，激使激別出，冇啉水，我唔知冇隻菜數。哦，白嚟抓。百嚟抓咪是百嚟抓是bằng xếp抓係使隻硬棒嚟嘛，手一隻隻炒嘅xếp抓係使。哦，炒嘅愛死，寫隻司機肯啊！你隻話機咩？大緊？大家冇隻司機啦。嗰隻司機，成個隻司機都唔是隻司機啊！你隻條係機嗰啲走過啊！隻司機冇諗到，早起後冇了偷偷考嘅叫，人念嘅時陣時，我都不了。你成張念啊？開檢車10個咩？搶你唔是？你啊！我未曉係你，早起後冇了偷考係咩嚟？唔知，你未曉咧？你冇念啊？未曉誒。偷起後冇了偷考，誒，未記哦。當時候我按肯定念呢學物件。就細漢呢，唔記啊，都記得留意啊啦，哎喲。留意念係咩啊？當今留意唔知念係咪本，但我每位默留意念係咪成。問教位卡 boy，stop， 我咪有教位卡，乜㗎？แล้ว即係邊呢？阿 B 不去邊呢哦？哦，你幾時 last time 啦？阿 B 知道嚟去邊呢是幾時2003，哇，6年喎，哦3年冇去啊啦3年冇去啦。你去有個幾人到邊嘅是幾佚佗？幾多？去佚佗啊？佚佗呢？去到幾多？去到搭一個佚佗？ BM， 我去 BM 啊！我較早一個嘉賓是到啲CBM 嘅讀冊嘛，我講 CBM 是錯人咧，係咪？你 CBM 啊你 CBM 是自閉咩？ actually 你真係就是講啊，台灣你我咪是台灣係較早是古靈之家，即係豆乾豆卜嗰個豆乾豆卜是他到啲豆瓜豆卜豆卜那個卜卜肯啊！呢個豆乾是讀 CBM 嘅，嗰陣時我講 CBM 係 CBM 係咩人？你 CBM 啊你CBM CDB 啊，然後即係古靈之講，CBM 是幾百毛，梗係正啊！แล้ว你去邊樣佚佗嘅時，你去到一間佚佗，除了去 VM 啷叫多少卡？我唔知去咗到佚佗啦，但是會知食呢咯，會記食呢咯。去食人啦，邊樣人我講是邊樣，假如是邊樣人就是出國鋪，你是假如是小食，你去食咩你第一記？食啊了誒！啊，你不見食啊？第件食係咩？豬腸飯啊，豬腸飯啊！啊，講你吃過呀？蚵貝啦，蚵貝，然後變成叻沙，變成叻沙都是嗰隻，你酸嘢啦，阿三酸嘢啊，迄個吉樂斯啊，吉樂斯卡，係去吉樂斯啊？似鵝龜哦，啊，你似鵝龜啊？鵝龜，有啊，似菇，咩是菇啊？菇咪鵝龜咯。
菇咪是，哦菇咪是菇，菇咪是哦菇哦。我嚟攞你冇咩想嘅，菇是咕啦咕啦咯。一個是咕啦咕啦，就是嗶哩嗶哩。哦，咧，是嗶哩嗶哩我未記啊，咧無，這是多多，這是多啲。鱷龜頭哦。鱷呢？鱷龜啊？鱷龜呢？咧啊，鱷龜呢啦，對。鱷龜就鱷龜哦。啊？鱷龜？鱷龜是鹽嘛？哦，是啦，I don't eat yam，冇食 yam。แล้วกูจะมีกูเขาไม่เสียวเป็นนั่ง特別嘅物件，有食沙爹，係子啊，蝦子啊，蘿蔔咧，蘿蔔啊，我白本件咯，有我當見，我想食啊，แล้วB 唔是B 即個叮當小叮當，小叮當是เป็นนั่ง嘅人嘛，你哋เป็นนั่ง第一件食咩物件？哎呀，今日接條位除下未半隻啊！哦呀，何先輩子基本就食。會食嘅物件啦，好少少會食嘅物件咧。係你咧即係滑雞咯。滑雞無食，死雞食呢，一死雞食一幫頭配白嚟做。冇，但係我講係死雞冇黏到，走去後邊落頭殼。你時間真係最那時當你記嗬，當那時較老嘅人，即係少年人冇面嗬。你老嘅人嚇，那時都會記我講係咪叫死雞？唔知做咩事，即係頭前嗰一集你係咩事？唔知咩？唔知係咪叮當？最多最平，唔是我未記啊！那時當小隊，咁樣拍記啊！即係 MP3 嘅 file 咁講成咗講啊，是去你 comment 嚟試下淨係便利學見.com。然後你見食咩？你第時間食嘅物件，即係小飯嘅物件，第時間食咩？我第時間食嘛是雞腸飯本咯。你本時間就雞腸飯啊？青湖咯。青湖嚇，不送煲下青湖是。冇定人嘅都就，唔記哪嘅都就。定人成種係冇上咩？定人青湖啦，記哪嘅是你吞浸薄物件嘅了嘅唔是啊？嚇。對哦，定人是一半嘅嘛。有蝦子，有豆乾對。啊，係咧，一有係咧成個 jelly，係咧叫係咩啊嚇？咩 jelly？哦，係咧啊 ，jellyfish 啊。啊 ，jellyfish 啊 ，jellyfish 嘅海苔。啊，海苔。多巴當嘅會好食啊，巴當嘅。多是假巴當。Dato Kramat。哇，Dato Kramat。啊，我知。我真濟人哦，係咧。哦。一個伊薄餅，佢會用豆腐。嚇，薄餅好了，我真久冇食薄餅。啊，伊薄餅好了哦。你有食薄餅啊？咪？食。แล้วลูกน้อง係咩關係？係咪關係？按照我น้อง拍頭，น้อง做一個。喂。你家陣น้อง不是小弟啊？對啦。เรา咪是特登超過不多聽咯。阿張佢講啊。嚇講。我唔捌拄過就查某，講我嘅 attitude 啊。嚇。差唔多嘅你知。哦 ，attitude 啊，強靠潛，按照講 attitude 是我嘅心態，比較講。啊，就係咩 ？attitude。性格啊。性格嚇。性格啊。真像啊。哦，攏是按照讀呢？online 讀咯。online 多帥讀。多帥。多帥讀。多帥讀都當佢變得愛情。愛情。要睇死了。特別未講，咱未講愛情故事咋？本地咧頭是未講愛情故事，叫人拍死啊！咱講但講小弟故事。哎呀，我被拍死。我被拍死嚇。有冇講嘅？哦，新會啦，按照辦，嚟。嘛 online 佢那本就我冇咪講話，我是在呢，多線位多 chat room 位，我是在 each other ID 嘅呢款嘅。拍殼棒嚟可能。啊，係咪棒拍殼棒？啊，拍殼棒嘅位，然後咧佢咪是啊肯有 hi and bye 啊肯呐。啊。誒，冇好路好無啊肯一冇講話咧，我講朋友伊嘅朋友，我嘅朋友肯講話咯。
咧有時是伊嘅朋友咧，就 invite 我哋去下咧，係咪？叫係咪啊嚇？啊，我即係拍殼棒。嚇，伊是冇，伊是啥 private room 啊，和 conference 啊，嚇呐。咧 after that 我人就白白講話，啊嚇 start 起咯，啊講話超加7點開始，係咪貴啊？嚇打折啊，免困啊。我兩人講啦，是親朋友。本只是我人直接人講嘅，一句後嘅是俾我人喺講話咯。哦，แล้ว講咩話題啊？是所講係咪佢頭咁講？嚇，係咪是人話嘅咧？係咪使？啊，講我聽隻笑話啦，阿 B 即係講笑話嗬。嚟講我聽。呢隻笑話嘅好笑咧，嚟講。OK， 你唔是笑話你咋？是早起我愛去 morning jogging 啊。แล้ว。嚟等陣，俾個人介紹啫。但是你聽到你講安怎這個阿 B 都冇噪音嘅，伊是沙拉瓦嘅人嚟。嚟下個接去講，你去 jogging。去 jogging，แล้ว真早嘛6點幾，你早未車咧，我去 jogging 嘅啊，走去見迄個 feel 嘅病啊，拍檔啊，後波啊，我咪是行啫，咦？佢係特對面行啫，啊，就行就見，好像是滅棒你咋？喂，走，滅棒就行就見你咋？哇，我真驚我個人，安怎講？八刀龍膠，唔是八刀龍膠，就是安尼，搬落去嘅白人嘅名咋？搬落去，你撲見安尼咯，我驚嘛。一對咯嚇，一對唔係對我啊，我驚你咋？我個人撲落去咯，唔驚你咋？我回手就放見到目睭俾我，都係在困起。係咩？困起？嗰時我驚伊搞我嘛，我就在那撲見我真驚你咋？啊，你是哦，你幾歲？入幾歲啦？你是做幾嘅？你是 OK 我嚟跟我跟你反應，就係你唔曉得。你是講你直接去就已經是到啲頭部嘅，走嘅時，因為佢哋一碗你咪嘅對哪嚟哪，我都走去頭你把單用鋪在頭卡去冚掉面嘅咧，一頭皮掉曉。啊，我困起咧。一頭皮啦，整蠱我嚟，實際係困起啊。唔了哦，有成個真好笑。真困住人啦。我唔知困起啦 ，and then 你 surrounding 嘅人行過啊，個小死人，แล้ว卡電號碼打咯，唔係，這唔是好笑嘅嘢啦，乜打嚟嘅？他一卡，一타啊，他一卡嚟咋？你攞別人跳起來啊！哪裡輸那個？馬里apa Mali？小心點！我都想講你別碰嚟哦。係咯，我個人跳起來，我唔要噶，哪裡輸那個？嚴重講你咋？你是接唔到腰呀？你咋起事啫？哇！你是拍攝哦，喂，貴嘅 neighborhood 隔了潮啊，我。哇！等陣各位妹女姐，你看這，你到底，你覺得咩嘢對你？你早起你發單嘅頭殼係困了，然後你就估你個困嘅，你只係都困嘅嘛？我唔知我撲隻，困嘅啦，我唔知。Maybe 可能是你食嘢啊，你病身嘢啊。唔是冰山，我是困起，我而家唔早起嘛。你是幾點？6點幾呢？哦，真早啦。做緊一第一個學別碰對啊，喺頭第一困。我頭先買啲對，Sudah pergi ke Baru Mari. Mari,哇，未話你咋？乜打名啊？嚇掉，未能起來，你是係咪死人嘅呀？我老咧，我驚人哦。哇！你自隻幾歲啊？你講得係事？阿伯自隻入6歲入7歲咧。
你當機咩？當機啊！哎呦，當機33咯。哦，33哦，即係你笑應該笑靚呢邊。係啊，阿 B 嘛 ，baby face 喎。哦，阿 B 面前尖哦。咩是人尖？尖哦，尖咪是成只笑臉咯。哦，成日講啊，尖牙個老牙。你去買牙是要買迄個尖牙是老牙，你去買膠是嘛老裝，嗰一種是老膠，種是尖膠啊，尖膠伊皮無嚼過嘛，老膠伊皮嚼嚼。你啊，哦，真好了，美國你咪是笑個靚落頭卡，即個小叮當。哎呦，個唔落頭卡，笑個白腰不老，你笑落高啊，感覺到幾個小笑啊。嗰下面講過啊，你只告訴下。About that girl 係你去練波些啊，練跳跳呢，去練波些啦。嚟講。我朋友練水照咧，電車那邊嘛。練照嘴。我都咪笑啊，好驚，是安尼款嘅啦。你唔知到底是嘴啊，同佢。嚟練照嘴。OK，呢就冇見。講嚟講念講念招嘴，念招，唔係做緊險啊！嚟你自己先講，住電話，安得個 music 嘅。哦，我電話 ，sorry。你 music 個等人歌呀？啊，是啊 ，MP3 嘛。哦，係啦，念係咩？念招嘴。了我男朋友嚟，一行一步，你知我見車入邊嘛？行一步，伊講，誒 ，stop 住，叫我朋友 stop 住，伊擋住咧，講，查某，你可能行掉住了 ，halfway，愛對厝嘛？我講，落車啦，我幫住啦，哇，伊就是出去見馬車咯。用翁你咋？你連波士啲一頂，哇！直接開醫館啦，我攞佢幫住女仔，我話你是用翁 middle of the road，you know？ 到老東你老東是唔是有啥？伊即東有一格物件，你一 block 那樣。有我會連波士頂幫住我來聽我。I mean on the spot 我諗背笑咧，真係啊！驚咗啊，煩惱意思啊。I mean after that 我諗笑咯，哇！一年是有款啊，我就是拖一棍棍棍咧，哇！佢人哭落去，哇！冇撈出來啊！唔知啊，未記咯，真久啦，真係，我真係真久啦，真。你朋友唔知有聽啊？唔知，你冇法帶落去解聽。呀！各位的朋友，我哋嘅我告訴你啊！這是玲玲講嘅啊！玲有咩告訴？玲玲冇告訴啦。未告訴，小嘅告訴冇咪啦，只古嘅是我未記咗咯。最近是冇物件發生啊，反咯。了即個。阿 B 個講咪笑告訴我聽哦。冇咪有了啦，你叫玲玲講，玲玲較濟。唔係啦，你想下咯。你想下，你講得一個好講，你叫玲玲講。玲玲講咪，打一這裡打。係咪這裡打？冇這裡打講喎。冇寫告訴啦。有時係咧咯，我做工嘅話咧，一個老姨，然後我哋咪是 entertain 伊，咱家講話咯，然後幫一個臭屁好啊，人真臭到有死會拗下一種你知哦。嚇，你人做啊，攝做。嚇，然後咪是個徛了，下邊家講話好啊。你知我人未走嘛？夜輪係拗下一種，你知哦。夜輪，喺個計講話哦。你我度啥？喺你鼻咯，一度在我鼻度一臭屁啊，你知哦。你拍攝講嘛？我喺潮條邊橋，我喺去計講話，喺你知。人哋一度講，人做，一幫人做。
天時做人做。人北嚟做啊，北嚟做只係咪物件哈？哇，到下邊而家冇乜嚟撐啊！哇，不過佢潮唔知，北嚟做只拎誒時係咪來做計講啊？係咯，哎喲，一走嘅時攰啦，落頭卡肯病了，走去陪北嚟架係咪肯啊？哎喲，你冇看，你冇看伊靠唔知點樣流就唔使出嚟。哎呀，大佬啫！頂當時我講你一個故事啦，我頂當時我媽一個朋友來找我人哦，我唔係講伊名出咧，伊過來找我咧時，我嘛是你知咱馬來西亞人嚇，第一時間泡人，即係有人客來時，你嘛是有泡啲三幾時嘅一罐嘅，啲syrup 呢，然後都開出來，你倒出來結咧時，你咪攪水呢咯，當泡水啊。咁我是跑咯，你咪嚟咯，你我咪跑啦，我夠位高度啲咧，佢哋即係周卡入面跑嘛，呢度就頭整自己講嘛，頭整拍殼嘛，你揾到跑咧時，我冇灌水咋，冇灌做水就灌水啊，我咪做灌水嚟講個微糊咧，都用水轉水咯，你話是用水轉水，佢一跑一時，你我講講，先唔制意流晒喎，你時我哋緊啲頭整走開之後都制喎。日見頭先去食咧，食咧，你望住啲等看伊起來時看伊個女就冇晒。哦，佢真係聽到啊！係啦，師傅世界講時，一聽到你係叻咯，我有小號啊，扮最進追啊，對出流晒啊！是我當時看流晒，看人即看人丟流晒。講到流晒，嗰時頂到時我冇捌聽過迄個就講阿花係，是阿花講啊，是阿花講係，伊朋友背過你禮拜曬呢，接錄出來你叫，我聽過，冇聽過，你哋驚聽下後頭嘅故事，你 embarrassing story，你啲個不知你 episode 嚟，如果伊朋友啊，未當係曬流出來嘅時候，不，伊未講伊飛機耶穌時候跳接球嘅時，伊到底你巴當伊頭頂超薄嘅，伊未當咧一頭伊看到俾伊巴當伊超薄嘅崩晒。那時啊阿妹時人開車過啊，看到個人看到人真係酷的，唔過假使手望下吹物件，可能吹晒啊！你話是捌聽過咧，就會開始聽較早嘅 episode，唔知幾幾嚟啊？係個 embarrassing story 嘅之類。你鬧咪鬧死佢啊！我攞西路講，嚟講，你講係咪咁講噶嘛？定打為小白，安怎？我跟你講，哎呦，about 這是外爸啦哈，我爸冇聽啦，唔要緊啦，外爸，你在特節嘅時候，阿 B 冇去啊？等陣冇個接啲係唔正心冇去，等我排啫。伊個學我爸咧學特節教我媽媽去食點心咯，對哦。去食點心咧，咪是你知一食第一百多家嘛？百多家咧嗬，一年第咧，我爸都愛特都愛流晒啊，你知哦。到嘅時候，火車愛流未大喊，你知哦。一流突破出來啊，你知我爸係咪你知哦？video，然後我咪都放喺你車夾筆，你就喺你處理哦，嗬，處理嗬，咁立下處理嗬，搬啲卡出食，啲卡出會你就咪做伊個車垃圾你就cushion垃圾你就，我炒一食入去裏邊咯，然後要留淡薄晒啊嘛。一個後嘅時候，哇！到處嘅時咩成個小狗，可能就話開門係咪至揭開咧？會冇冚會漏晒又可能。阿 B 乜聽過你講笑？我介講句唉。同埋你講佢哋，阿 B 人家對戲啊，你個屌，聽下電話我當然。屌。人家冇聽到，聽到。唔知。唔知多聲嘢。一個叫 restart 唔知做咩鬼？咪小我你買都小多聲。你同埋講你即係。我爸。叮當嘅爸，老細搞笑。哦。阿 B 路老細搞笑。
哇，細漢有啊，讀冊迄陣。特啦嘛有誒，大家特啦無老西咩？我知道，我唔是老西啫，我知道我是到底，我記我是小學還是咩啊？我只坐巴士過啦，我叫我坐巴士過啦，去巴士過啦，有嘢好。你冇試往時想幫配咧嘛，幫出來，特別幫出來是人西門流出來。我是着一擺本啊，抓去。幫配我啊！有時佢的確咧淡到了，我係知啦老西屎。冇你再叮當，我是只小姐木瓜。啊！我梗係叫隻木瓜幫曬隻草呀。嚇！我叫我朋友嘅 office 就8多條，一幫曬我未打閒了，然後就去對落咯。放了4塊無對落一杯。哎呦！哎呀，規條底褲夾出來，運一來，我跪咧，去對落 ，flash 了，我關伊。你出去夾你底褲來切卡出，一規條底褲該 flash 去啊？哦，是咯，冇變啦。你真係解咧，哦。話咱好了，我真夠講咱講啊，咱到頭仔嘅講。攞刀啊！啊，嗰一刀嗰時就jogging gang ，OK。jogging 嘅條啦，咱講。jogging 係咩？jogging 條啊。jogging 嘅條。then 8多條啦，8多條絲啦，咁就好咧。你困去頭殼，實困去。唔是。你馬打來。愛幫配唔是愛幫配啊？你看你知道？然後就是掄，未打閒了，放出來，哇！真係有淡淡嘅呢，真係千件白殼個咧，智慧咯，咁就好，哇！接去對立啦，第一哇你真係，哇！我見對立入邊寫底殼嘅，是估哦 ，customer 叫我靠當，而且安尼估嘅啫，兩背出來，一你靠我叫啊，未加出去啊，一你靠阮掉啊！對，然後卡電見那邊咯，卡電叫朋友對出個牙科。你咪是等陣估到那邊？你寫我咧，哎呀，佢 office 咧嚟知啊。我都做工字哦。嗱，做工嗰陣啊。哦，我想你講 jogging。唔是 jogging 啊。我就說，我講唔對啊！你講做工，我成講你講 jogging 嘅條。你是講做工。做工，哎呦，阿只玲玲冇聲去。玲玲到啲餅，你乜聽歌數咩？玲玲啲隻唔見嚇。冇啦。我唔記，但我聽到來對聲，切啫。空少點嘛，哎呦 relax 聽歌數啦，一個念歌拗咧嚇。哦，夠咯，咱咁聲夠了。咱差唔多節目未了了，咱不知誒。我成日只小告訴我，不知個老掉啦，都係變零學件事，咁樣講。哎呦，我嚟告訴未了，講未了嘅啦。但我叫你講時，個講未時想冇掉，你寫起來不知，不知寫起來。別，哎呀，阿漢頭家己，阿漢講嘅別講笑啊，漢你愛講下頭，阿漢講啊，漢你。講，哩哩啦講。有哩哩啦講啦，在下面各位聽眾在下面是哩哩啦講，唔係講過，但是講你在下面意思是叫做哩哩啦講咧，你就叫我嘅變得學見到講嘅網頁嘅，啲意見去講同你在下面咪嘅是哩哩啦講哦，即係呢啲我哋特別嘅變咧是一個變咧嘅查某小叮當咧咪就，一個整個一個以小叮當嘅大部朋友，咪做。阿 B， 感謝咱我來參加我人嘅小人嘅小弟嘅節目，變等學見嘅節目有影嘅事啊，咱過嚟佢嚟拍角佢，感謝各位聽眾，咁咩各位聽眾講再見。嚇？再見。再見。拜拜。再見，拜拜。